香港歌手陈晓东出道24年，9日晚间首度唱进香港红馆，全家人到场力挺，2个可爱女儿排上台陪爸爸一起唱歌，嘉宾更请到梁咏琪，2人一起演唱《几分钟的约会》时，勾起许多粉丝回忆起22年前他们一起合作的电影《初恋无限 Touch》。陈晓东几分钟的约会，地下铁邂逅他。陈晓东一身青绿色透明装登台，出道24年首度登上香港红馆，唱到一半，梁咏琪突然从升降台中缓缓升起。梁咏琪 vs 陈晓东，几分钟的约会，地下铁约会要是中断，热爱心里送。梁咏琪惊喜登台，一起合唱《几分钟的约会》。这首歌就是22年前他们首度合作的电影《初恋无限 Touch》片中 She 翻唱自陈百强的作品。2人当时都刚出道，金童玉女形象深植人心。梁咏琪几分钟的约会，1997，旅程和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。画面翻摄邀请2人睽违22年重现经典，让粉丝直呼赚到了。除了 She， 陈晓东还有另外2位超萌嘉宾。陈晓东画火柴，兴奋吗？将2人梦一手破坏。这2位小女孩就是陈晓东的宝贝女儿，童言童语上台献唱。陈晓东在台上抱住女儿们一起唱，场面温馨，十足好爸爸形象。同样是演唱会，林俊杰则在澳洲雪梨开唱。林俊杰修炼爱情，修炼爱情的辛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。金曲歌王林俊杰睽违5年到澳洲开唱，经典歌曲唱不完，也带来惊喜桥段送给粉丝。演唱女神卡卡在电影《一个巨星的诞生》的主题曲 JJ 自弹自唱，别有一番风味，让现场粉丝超嗨。JJ 也成为继张学友、周杰伦之后唱进雪梨巨蛋体育馆的华人歌手，用音乐征服各地粉丝。